計時拖法，當法定時間上1分鐘嘅時候會鳴鐘1下。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當法定時間完結之後，計時員將會鳴鐘2下。議事發言時間已完，跟住會進入12秒嘅緩衝時間。12秒嘅緩衝時間過後，即第16.01秒，計時員將會鳴鐘3下。跟住就會開始扣分。扣分制度如下：每5秒為1單位，不足5秒與及5秒計算，最多扣除31分。當辯論超時10秒之後，計時員鳴鐘記下。此時辯員需要立即停止發言，而自由辯論環節則不設緩衝時間，發言時間以計時員碼表為準。比賽一齊發言均以粵語進行，如比賽過程中有需要使用外語，參賽隊員可以希望或將希望詳細使用嘅外語印或者寫喺紙上面，並喺比賽之前交俾評判審核。如果獲判屬評判批准，雙方就可以喺比賽嘅時候使用。後面出現爭議，參賽者需要事先申報所有喺粵語比賽中使用嘅外語。評判應該批准參賽者喺人名、書名同埋專有名詞使用外語，為法律而評判決定。個台上辯員喺比賽進行嘅時候，不得同台下觀眾有任何交流。請問雙方主持有冇問題？我覺得我本身都係我先冇寫到，大家成日唔好意思啊。以一個民主黨嘅一份針對1000
200條調查嘅市民嘅調查指出，有70%嘅市民認為取消頭等車廂可以改善擁擠迫問題，顯示呢一樣嘢係可以有成效，市民都支持。我哋睇頭等車廂嘅票價，紅磡去到羅湖嘅票價係81.2港元，旅程嘅時間係1小時。但係我哋睇翻西九龍到福田嘅票價，高鐵2等座票價就係78港元，旅程時間14分鐘，快你甚至40幾分鐘，平你少少嘅時候，你覺得乘客到底會揀邊樣呢？有冇諗過？第二，港鐵角度而言，維護成本高昂，收益不成正比。從港鐵角度嚟睇，維護頭等車廂嘅成本高昂而收益有限。頭等車廂需要額外增設唔同設備，例如係頭等核准器，去供乘客驗證八達通，甚至又要喺車廂度設立更多嘅唔同嘅監察系統，去防止佢哋逃票等等，要增加額外嘅營運成本。所以咧，根據港鐵嘅官方頁面，乘客要喺進入之前檢查員會檢查有效票號，顯示佢嘅運營嘅複雜性，成本高但收益卻不成正比。頭等嘅車費大概係標準車費嘅2倍，但同時由於載客量較少，就算坐滿一卡頭等車廂嘅收入，只會等同於140名乘客嘅車飛。但頭先都提到啦，一卡普通車廂嘅載客量足足有240人。換言之，喺繁忙時段，當兩者都係坐滿嘅情況底下，一卡普通車廂帶俾港鐵嘅收益，比起一卡頭等車廂嘅更多。成本高昂，但收入不成正比，反映其實頭等車廂唔能夠為港鐵帶嚟龐大嘅效益，甚至喺成本效益嘅角度而言係低。着手有幫同唔同意港鐵應該要兼顧埋利益最大化同埋市民嘅需求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咗嘅大家好，今日有方4分鐘嘅開面，有方發表後。第一，錯判現況。今日有方攞2021年數據嚟講話，港鐵嘅頭等出現常見空車，但我哋而家睇翻現況，就連港鐵嘅田北辰議員提出話取消頭等車廂嘅時候都話，而家嘅頭等服務對乘客仍有需求，雙方唔明白係唔係有方比港鐵公司更加清楚頭等車廂嘅使用情況啦。第二，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原來有好多人都認為頭等車廂係導致擠迫嘅問題，就係即係導致資源浪費，搞到好多人好多市民冇辦法上到一架列車。但再嚟睇翻而家，應該係所以冇辦法上到大架列車，所以就應該取消頭等車廂。但今日有個錯誤歸因，就好似立法會議員劉長廷咁講，係因為東鐵線列車由本身12卡車變咗做9卡車，所以先至導致而家嘅載客量大減。而張欣宇都話，相信擠擁嘅主要問題都係班次唔順暢同列車到站時間唔平均造成，所以我會交代清楚，到底有方口中所講擠迫嘅成因係唔係因為頭等而起？咁我方反對嘅原因有二：第一，頭等車廂目前仍有需求，取消漠視民意。東鐵線作為來往香港同內地其中一個主要嘅交通工具，小乘客都需要長時間乘搭東鐵線，正如商業嘅同埋 MITO 嘅售出，對於長途而言，更係舒適嘅頭等車廂入嘅需要性，可以俾長途客用高啲嘅價錢換嚟安靜嘅環境、舒適座位，唔使喺同車廂度做同其他乘客逼。頭等車廂都可以滿足乘客嘅需求，例如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要求保留頭等車廂嘅人唔少，係因為唔少嘅乘客都希望搭車可以舒適啲。佢哋都話設置頭等車廂係俾乘客多種嘅選擇，就正如係高鐵都有頭等商務副座位，經唔同嘅乘客都按照佢哋各自嘅需求選擇翻佢哋適合嘅自己座位。甚至而家頭等車廂我哋都見到有人講有需要性。社交平台專業火車未來嘅創辦人紀俊安表示，透過東鐵沿線嘅熱線可以見到，除咗普通車廂，頭等車廂亦都經常爆滿，證明現時頭等服務仍然有需求。乘客願意付出額外成本追求相對舒適嘅旅程，所以現時頭等車廂較舒適特點係吸引到乘客俾錢乘搭。咁有可能會防止殺市民嘅需求，就我哋取消頭等車廂呢？第二，頭等車廂具備意義，取消無理兼有害。東鐵線頭等車廂嘅由九廣鐵路嘅時期已經存在，將到更加舒適嘅座位俾乘客選擇。喺兩鐵合併成香港鐵路公司之後，頭等車廂得以保存，驗證住香港鐵路嘅演變。所以立法會議員張欣宇都話，如果現時東鐵線未至於不勝負荷，港鐵都應該
該保留頭等車廂及香港鐵路留下回憶。即使真係正如有方所講，當支線喺發展咗過海段之後，曾經係被質疑有擠迫嘅問題，甚至有議員提出我哋取消頭等車廂，但係亦都正如火車未到站創辦人李長安所講，雖然我哋取消頭等車廂，改做普通車廂，的確增加到載客量，但係港鐵仍然有其他措施解決到問題，例如增添列車、更改列車泊位，令乘客分布更加平均。應該用盡其他方法，如果其他方法用盡晒，咁之前都唔應該取消頭等車廂。所以難怪港鐵嘅行政總裁加澤都話，東鐵線頭等服務有一段好長嘅歷史，亦都好受乘客歡迎。東鐵線過海段開通之後，亦都發現乘客有好大嘅需求，需要頭等，需要兼顧乘客需求，所以港鐵以前都打算取消頭等車廂。所以最後想問有方，辯題當中取消頭等車廂嘅社會上甚少討論。如果現時市民仍然有需求，究竟有乜嘢同巨大唔同嘅弊處係驅使有方要取消頭等車廂呢？多謝。而家請正方一副發言，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一部車嘅時間。主席，本在座各位，第一副為議事情提翻有個問題先啦。今日有方問我哋話高鐵呢條錯誤嘅問題唔係頭等車廂嘅問題啦。但係首先今日我方見到嘅係問題嘅原因，肯定係有頭等車廂嘅一份子，而頭等車廂嘅問題更加係加係有擠迫嘅問題。並且今日有方講到舒適度啦，我方都提及啦，今日有市民搭高鐵最大需求都係去福田嗰個去羅湖嗰啲，但係今日我哋方見到係高鐵可以提出更加價格更加低嘅票價，並且係會提供更加舒適嘅路程，更加有方有兩邊可在。並且今日喺民主黨都曾經話過，頭等車廂於繁忙時間非常十分擠迫，未能提供合理收費匹配嘅服務。我見今日頭等車廂喺繁忙時間根本就提供唔到你所講嘅舒適度，並且今日有方嘅因為數字都冇交代到，冇話俾我哋聽究竟有幾多市民真正需求呢個頭等車廂，並且市民需唔需求頭等車廂嘅原因可能係因為我哋頭等車廂非常之擠迫，而被逼去選擇去乘搭較高價格嘅頭等車廂而去翻工。並且有方今日講到歷史悠久嘅問題，話有歷史價值就要保留，但係今日有方完全喺自己嘅烏托邦入面見到現況有問題出現，針對嘅唔係市民嘅需求，係話要保留歷史。並且今日有方講到話要去保留到嘅歷史價值，但係今日我方見到咩啊？有鐵路博物館㗎嘛？你講嘅歷史價值為咗接到你所講嘅頭等車廂放咗鐵路博物館去保留你所講嘅價值咯。並且今日我方見到係資源問題，今日我哋港鐵要花費好多嘅價服務，花費好多嘅成本，花費好多嘅價錢去維護呢啲頭等車廂翻嘅檢查器，又要請人去檢查啊，會唔會有人逃票嘅問題？今日我方見到嘅好多遊客喺地坐嘅時候唔清楚規則而去違規嘛。並且我方喺民主黨喺2022年6月都採訪咗1238位市民，見到係有70%市民都同意去取消頭等車卡係可以改善西嘅問題喎。咁都係講翻有方所講嘅市民需求頭等車卡嘅數據喺邊度咧？並且今日我方見到係取消頭等車卡，佢的而且確可以提供更加多嘅位置去俾市民去翻工嘅需求，去可能去唔同位置嘅需求嘛。因此今日變係地地成客，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36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請反方一副發言，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一部車嘅時間。加好嘅一副位置咧，其實我唔需要可能連續3個層面嚟講所講翻其他嘅時間需要。咁有方話喺現況底下，有方我都民主黨嘅調查咁係，大家講話用民意咧話要取消頭等車廂，有60%人話咧會支持取消咗之後咧，可以解決擠迫問題。但係今日有方嘅資料咧，我方都睇過，咁啊60%人咧即係反映咗1200個受訪嘅市民啫。但係呢啲人咧有冇搭過東鐵？係咪長途客？冇人知，今日有方冇論證過。所以今日有方你要論證呢份資料有幾大嘅程度反映緊使用嘅情況。咁
但係今日現況啦，依然會有需求。再之後你再睇一個咧，仲有一個北角翻工嘅歷史咧，同大家講，咁啊以前排隊嘅人數咧由10幾個人去到而家高峰期咧超過50幾個人，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咧現況底下市民有需求對呢個頭車廂有需求。咁今日有翻出嚟同大家講話，今日咧呢啲要解決呢個嘅載客量嘅問題。今日港鐵車務營運總管黃坤偉都表示，咁咧載客量嘅問題咧可以增加強列車嘅服務，加強班次嘅調整，或者有新嘅列車嘅安排。而第二我哋再睇可行性上面，咁啊有方同大家講咧話咧可以取消呢個嘅普通車廂，增加呢個載客量。但係咧今日咧呢個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行出嚟同大家講咧，咁咧頭等車廂嘅車門數量咧有普通車卡咧係有差異，所以改裝期間咧可能會影響列車嘅服務。所以今日有關你要論證啦，點樣喺唔影響列車服務嘅情況底下而增加載客量咧？而今日我哋最後再睇尾位，咁咧有方話咧多咗呢個嘅載客量問題，但係今日咧東鐵咧係咪真係負荷唔到？唔係講港方處邊提出咗啊，其實今日有關單程嘅載客量問題，港方處邊已經同你講咗話咩措施同大家去解決增加班次咯。所以今日有方你要論證車廂係咪呢個取消頭等車廂係唯一一個解決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最呢有方處邊再出嚟同大家講啦，或者現時底下咧有誤墮法網嘅問題出現，但係今日咧有方冇論證過啲。今日有方冇論證過點解咧？我哋有呢啲誤墮法網嘅情況出現，係要由取消頭等車廂呢個問題去改善。但係今日我哋見到嘅係可以增加呢啲嘅監察嘅人手，或者係加強宣傳。再者今日立法會議員陳斌都指出咧，未來嘅整成條東鐵線咧可以加設服務，或者有關頭等車廂嘅告示或者罰則更加清晰，令到乘客咧更加清楚嘅情況。並且建議港鐵咧可以喺社交媒體上面咧作一啲適當嘅宣傳，向內地嘅訪港嘅旅客咧提供遊港嘅攻略，提醒乘客咧乘搭港鐵時嘅相關規定。所以咧今日辯題已經成立，我哋好多時候多謝我哋。時間為3分0秒，超時需求分。而家有請正方議員發言，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將評判再講下好，所以咧今日有方一副咧出嚟攞3個範疇同我哋講，我哋一逐一審視。第一有方同我哋講需求問題，好啦，有方同我有方質疑我方資料喎，我方講嘅60人話咧同意取消港鐵車廂咧，其實反映咗1200個人嘅喎。想問有方你話我哋漠視民意1200個人係咪民意先？但係有方同我哋講話我取消反對取消，有方講反對取消頭等車廂，想問有方啦，你淨係講田北辰嘅例子，想問下你又反映咗幾多民意咧？有方一份資料都冇交代過，一份資料都冇講過，到底今日有幾多人反對去取消港鐵車廂咧？所以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啦，現況有需求，有啲乜嘢需求咧？有幾多人有需求咧？有方現況必須解答清楚啦。即係原來今日見到嘅，我方講波嗰時70%嘅人都同意咗係頭等車廂係擠迫嘅時候，有方今日咧自己
候，見到嘅就係我方高鐵舒適度高過你，價錢平過你，唔明白有方點解你覺得乘客咧仲需要去坐頭等而唔去坐高鐵咧？所以見到咧就係咧，我方主編咧琴日咧話我方主編琴日咧就去東鐵坐頭等車廂啦，一行去頭等車廂嘅時候咧，見到頭等車廂實滿晒，所有座位都滿晒，仲有啲內地遊客喺度踎喺嗰度嘅時候，我唔明白個舒適度喺邊度啦，所以有關業務必須解答清楚啦。所以見到咧就係咧，今日乘客我方高過你，需求有方解釋唔出嘅時候，實在唔明白今日到底所以實在唔明白到底今日點解我哋唔應該取消呢個咁浪費資源嘅頭等車廂咧？多謝各位。政府議會發言時間為12點6支持需求不足，而家請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聲嘅手勢。盡咗咧好梁義富為止咧，重點擊破。先第一點有個同埋講話咧，原來頭等車廂而家咧冇需求，啲市民唔搭。但係首先我方主編咧有關質疑我哋乜嘢？我哋冇交出個數字，冇交出我有幾多人搭頭等。咁我方交唔出點解？因為港鐵佢唔交個數字出嚟俾大家知道啊。咁我方當然冇數字啦。但係當港鐵今日回應緊田北辰議員喺2年前同我哋講話，原來要取消頭等車廂嘅時候咧，港鐵自己承認話而家有好大需求。我方主編都有講過嘅時候，我方就唔明白啦，係咪人方更加清楚市民嘅需求咧？甚至有方自相矛盾㗎。有分一方面咧同我哋講話，我市民冇需求，但係政府出嚟同我哋講話乜嘢？原來搭頭等嘅時候反而塞滿晒人喎。咁究竟事實頭等係有人坐定冇人坐咧？其實我方都俾你搞到一塌糊水，我方就相信咧，你講嘅事實見到係真相，就係見到好多人坐咯。咁所以事實上，港鐵而家頭等有冇需求有冇人坐，絕對有。第二點有可能講話擠迫問題，有可能講話咧，擠迫問題咧係因為咧東鐵咧佢要過海，有時咧喺會展站嗰度咧買唔到咁多車卡。咁首先咧，我就算有先莫論我哋前幾日已經見到有港鐵佢自己提出咗，原來增加1節車廂去到10節咧都冇問題。呢一點咧，就算有方唔信實唔緊要，但係我哋見到原來乜嘢啊？原來港鐵我哋自己同你承認話乜嘢啊？原來喺繁忙時段由3分鐘嘅東鐵增加到2分鐘一班，已經可以滿足到載客量，係滿足得到嘅時候，我可能想知道話，究竟你講嘅載客量問題有幾大咧？甚至有可能主編同你講話乜嘢啊？係講緊資料屈資料同你講話咧，原來咧個頭等車廂咧同呢個普通車廂咧個載客量分別又好大。但睇住先，有香港咧250幾個位呢個數字咧，原來咧係以前12卡車廂烏蠅頭嘅時期。我哋見到乜嘢啊？原來而家9卡車廂用韓國製嘅車廂咧，原來寬敞好多，甚至咧頭等車廂同普通車廂咧，佢嗰個分別乜嘢啊？原來個座位分差只係80個嘅時候，所以我可能想知道，究竟你講呢啲咁嘅數字，究竟佢事實上佢載客量增加得到幾多咧？原來田北辰議員自己提出話要取消呢個頭等車廂嘅時候，佢自己都講啦，原來即係增加到4%先。咁我都係想問下，原來有其他方案解決得到，甚至你講嘅方法咧，原來取消頭等車廂即係加到4%先嘅時候，我都係想問，究竟有幾大嘅需求令到你可以去解決去取消呢個頭等車廂一個咁具歷史意義嘅嘢咧？咁所以啦，有冇同你講話咩啊？原來我係講話，原來咧而家頭等車廂咧，我哋冇需要，唔夠舒適。咁我都係想問啦，唔夠舒適，你覺得唔夠啫？呢啲嘢好主觀嘅啫嘛。咁我可以覺得班房嗰張台啊、張凳唔舒服啦。咁嘅話有啲人都可以覺得舒服㗎。咁而家有人買單咪夠咯。所以有可能見到原來事實上咁多人冇去坐嘅時候，你覺得唔舒適唔緊要，你咪唔好坐咯。你覺得高鐵快過佢，你覺得你中意搭高鐵多啲，咁你咪唔好坐咯，逼你坐㗎嘛。但係見到原來有另外一班市民嚟買單，可能係乜嘢啊？原來佢哋即係東鐵過海嚟，可能翻大陸嘅，可能佢哋係大學站咁樣咧。咁所以啦，我哋原來咧自己有人已經係有需求嘅時候，可能你覺得唔需要你就唔好坐，有需要你反對唔到嘅時候，今日辯題如果有方證實得到可以取消嘅話咧，只可能漠視民意。多謝各位。反方議會發言時間3分08秒，清晰需求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正方準備好可以向嘅時間。好啦，有冇話我漠視民意？咁你而只要我哋取消頭等車廂，空置嗰個卡攞嚟做普通車廂，的確可以增加載客量。4%先成效，但係有其他方法解決得到，仲有弊處會令到歷史意義取消咗，有方點解決？得有方同意咗取消咗會增加載客量，呢一點你要先諗下啦。有冇
有方如果覺得咧有好過冇嘅話咧，咁我方都想問下，如果普通車廂佢冇晒所有普通座位，全部都企位，甚至連嗰啲棉火嘅台位啲安全設備全部都冇晒，都可以增加到載客量喎，甚至可能唔止4巴先，咁有可能會取消埋呢啲嘢。第一步，原來今日嗰啲坐位同埋嗰啲消防設備係有需求噶嘛，有緊急情況就要用噶嘛。但係你見到頭等車廂冇需求，再問你第二次啊，你嘅4巴先嘅數字邊度嚟㗎？唔係有方話有需求，係我哋叫做頭等有需求，正如你琴日都見到原來有咁多人去坐嘅時候，咁佢有需求嘅，點解兩隻同樣有需求？一個係取消咧，一個唔取消咧，有乜？嗱，有需求嗰陣咧，就係繁忙時段；冇需求咪非繁忙時段咯。所以喺繁忙時段嘅時候，班遊客會衝晒去咗，你嗰個不舒適度根本仲係唔存在咯。所以問你第三次啊，你個4巴先嘅數字邊度嚟？嗰4巴先我唔知邊度嚟，就係總之就係田北辰嚟講話咧，佢原來見到原來只係增加到80個位，咁你4巴先咯，我可能唔知道點解出嚟，可能唔係鐵膠。咁所以咧有方咧同你講話咧，原來可以取消呢啲嘢，係乜繁忙時段咧先會有人坐，但係總之有人坐咪唔應該取消，可能會有開呢兩種，一時又要取消繁忙時段，又要取消唔繁忙時段又唔使取消咁樣。唔係好簡單，即係而家有9卡車廂，冇咗你嗰一卡咪可以多80個，咪可以再多80人咯。雖然你嗰4巴先計出嚟，你又話唔知乜嘢數字啦，你又知係咩數字，到底你知定唔知咧？所以到底呢4巴先講緊啲乜嘢都解釋唔到。田北辰話有需要，到底有需要啦，到底現況係有幾咁需要喎？有方反而係正方，你要論證有幾多人喺市面上話佢哋覺得頭等車廂係冇用咯，甚至呢幾年大家叫乜嘢由關愛座討論都多過你講頭等車廂要唔要取消嘅時候，我係想知道究竟而家市面上有幾大呼聲話要取消頭等車廂？第一步，如果冇討論就等同於唔使取消嘅話咧，所有嘢如果冇討論嘅話就可以唔使玩㗎啦，電台可以唔使成立㗎啦。如果呢一步題有幫你論證基礎嘅話，顯然成立。而家最後喺第二點啦，有幫同學方講話咧，我唔係㗎，而家仲有好大需求，但民主嗰個數據同你講7成2嘅市民同你講要取消嘅時候，點解你講到話冇漠市民，而漠市民嘅係你方啊？好，所以咧有方立場佢啦，交唔出數字係同你講話唔需要有民意都可以取消。咁有方唯一交出數字乜嘢？就係你講7成2。但係先我問我方見到呢個民主黨嘅調查咧，原來咧得6成市民係支持取消頭等車廂，可以解決擠迫問題。佢哋都唔完全係直接話我就完全同意取消頭等車廂，即係同意可以解決擠迫問題啫。甚至而家擠迫問題已經有其他方法解決，正如地鐵佢自己都同你講話，原來增加班次2分鐘一班已經可以解決到嘅時候，有可能呢個需求已經解決咗。再者嚟講嘅呢啲市民，究竟有幾大方面可以反映到真實使用情況、真實用家嘅情況咧？有冇解釋過？第一步有方質疑有方數據，大家方一份數據都冇交過，所以全場咧就係得呢份數據嘅啫。有方提出質疑嘅時候，你都要交出同一份數據去論證翻到底點解唔成立啊嘛。然之後份數據同你講咩？係7成2嘅市民都同你講係要取消啊，唔係改善擠迫問題咁簡單啊，係取消嘛。雖然原來佢哋講到話要取消嘅時候，有方漠視民意，係咪就係你嘅願景啊？今日地鐵唔俾數據，因為交唔到數據嘅問題。唔係咁有方你帶條路你出嚟同我講個街冇問題啦，但可惜你地鐵唔肯交，係咪就代表而家有需求嘅錯？係啊，地鐵唔交數據，所以我哋用實例見到，你自己都見到原來咁多人錯，甚至我幫佢出2個例子，一個咧嚟自新聞傳媒 topic， 另外一個咧嚟自我哋甚至有唔同例子，例如香港01等等，全部都講話市民佢哋有意願、有需要，甚至見到10個變50個去坐頭等去排隊坐嘅時候，我幫想問啦，究竟你嗰個需求係咪真係咁細？係咪真係完全冇需求？唔係，第一步係繁忙時段先有需求，我解釋得好清楚啦。即係你有幫我話你港鐵交唔出數據啦，但好簡單就問你啦，如果港鐵交一份數據同你講冇人坐嘅話，有冇人會再去坐？有冇人會呼籲佢取消啊？係繁忙時段有需求之後，需求呢邊有方成咗。其實我想問有方繁忙時段先有需求，咁我想問有方繁忙時段之後係咪全部本車間依然係爆滿咧？唔係第一步繁忙時段有需求，咁我哋會做多80個位，逐卡睇咯。即係我話可以增加班次，我方就唔明啦，點解可以雙管齊下？再多你講2分鐘咁多啦，可以再加多80卡喎，係咪好喎？係咪好好先？所以問你啦，你講到話港鐵唔會講到自己需求，如果港鐵講咗自己個頭等車廂冇需求，政府係冇同佢取消喎？就因為佢而家有需求，先咪唔使取消咯，係有方自己企住你正方立場先覺得一定要取消㗎嘛。所以到頭來其實有方自己交唔出任何數字，甚至有方自己同你講，如果冇人話有需求嘅時候係點算？咁所以有方淨係識攞如果同埋已經差咗60%先就係咁嘅時候，需求嘅點已經解決咗。所以有方問佢點解唔會雙管齊下？就見到原來有位處，原來而家呢個食咗唔同嘅意義，甚至有市民咧多一個選擇，佢自己都中意坐嘅時候，你漠視民意，你解決咗歷史，你令到歷史呢樣嘢唔可以保存，呢個就係弊處，所以唔可以雙管齊下咯。但係我哋冷靜啲先，歷史呢個問題咧，我剛才講咗啦，你唔可以單憑歷史就等同於唔應該取消嘅意義嘛。所以好簡單問你啦，如果喺現況下你講到話咁大需求，可唔可以交出哪怕一份數字啊？都話咗港鐵冇交數字，我方更加唔會知道營運情況，所以咧前場講咗好多唔同嘅數字同你講，好多唔同嘅人同你講話原來有需求，你自己都見到有需求，所以問翻有方啦，
歷史價值雖然佢唔係一個必要多數位。反方發現時間應用盡正方上於30秒。請排出一位辯論員剩低嘅時間，準備好出嘅城市。嗱，各位大家好，有方咧任何道理一份數字都冇交過清楚，所以見到有方咧根本就係漠視民意，漠視民意唔係我方嚟嘅方同學，即係有方話歷史價值好重要，需要保留。有方就唔明白啦，如果歷史價值就等同於需要全部保留嘅話，我哋唔係應該作為一個政府同埋作為一個公營機構，講你係一個公營機構嚟嘛，佢係咪要以歷史作為所有依據？係咪要將所有舊時代嘅列車全部搬翻嚟，而唔應該轉到新嘅列車咧？顯然唔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哋係咪應該與時並進，去貼合市民真正嘅需要？哪怕有方一份數字加流式，就我交出咗同你72%嘅數據啦。所以市民嘅真正需要原來係要取消頭等車廂，改善呢個擁擠情況嘅時候，必提利益成啦。多謝各位。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雙方各有1分鐘嘅協議準備時間，1分鐘計時開始。各位大家好，可能在座各位咁多位，亦都係頭先可能有啲活動咧，都估到我哋兩個本身嘅認識。咁咧，我長期有方嘅一副啦，咁我自己就係讀中史嘅，都知道有方嘅一副本身都係諗住讀中史啊，但係好彩讀中史啊，點解啊？因為新亞三本即係錢穆先生同我哋講話，我哋對歷史係有溫情敬意啊。咁啊有翻點樣展示佢嘅溫情，點樣展示敬意咧？就係你見到原來我哋仲有其他方法，增加列車、增加車卡或者一啲月台嘅改善系統等等，都做到有分數嘅目的時候，我都夾硬係要一個最容易搶又高效嘅方法，甚至係犧牲埋啲歷史價值嘅方法嚟取消咗頭等車廂。但係今日如果話頭等車廂歷史悠久，有冇人可以完全無視佢話取消就取消？當中嘅歷史價值有方度咧又有冇衡量過咧？有方唔理呢啲嘅歷史價值係咪要頭等車廂成為一個運貨碼頭咧？有結辯總結全場，有方話講，因為有方用民主黨呢份1200個人嘅民意講咗全場，又喺方話我方冇人意，我方已經講咗一副演出嚟同你講咗話，金先生其實即係呢一啲例子係話佢翻工正常嘅翻工都需要用到數40甚至多啲嘅頭等車廂，即係有方就唔理解呢啲咁多人講話佢哋需要頭等咧，甚至因為有方自己間我出到嚟行出嚟同我哋講話，民主黨都講過話繁忙時間是好繁忙時間嘅頭等車廂十分擠迫，呢個咪正印證咗原來頭等車廂嘅需要性係好大咯，甚至因為今日有方形成塑造到我方嘅立場好極端，我塑造講到我方原來歷史價值凌駕一切，但係方唔係啊，因為我方唔係同你講話，因為有歷史價值就凌駕所有嘢，其實我方主面同你講咗話，火車並冇行多，創埋幾場香港係喺用盡其他方法之前都唔應該選擇車廂，如果其他方法用晒都冇用，冇其他方法用到嘅時候取消頭等車廂，呢個都係呢個亦都取消頭等車廂係就係都幫到有方法所講嘅時候。應該去取消，但係今日現時見到原來有關取消頭等車廂唔係唯一一個可以做到有關口中目的嘅措施。我哋仲見到好多人同你講話，一增加列車改善原來系統，或者唔同分佈乘客嘅情況都可以令到你承載量上升。做呢個方法之後嘅時候，點解有方偏偏必要係要活曬呢啲歷史價值？有方偏偏活曬呢啲歷史價值要取消頭等車廂咧？而且今日有方立場自相矛盾嘅，如果主面出嚟講係2011年嘅數據，我哋講話一頭等車廂經常
制定咁形成咗有需求。有方要行到出嚟同我哋講，要求我方解釋現時嘅需求有幾大，但係又話你琴日搭去東鐵線見到頭等車廂好多人，甚至逼爆嘅時候，呢啲咪應該講到有需求咯。有不斷佢嘅自由電力嘅環節都認咗就係現時東鐵線嘅頭等車廂有需求啦。其實現時港鐵最大嘅前提即係政府係要有港鐵嘅做一個咁影響好多市民嘅生活，所以我哋由港鐵改革政策，推出車廂係同政府做公共政策相同。所以學公共政策嘅實施，我哋要睇埋市民去點睇。現時嘅市民對頭等車廂嘅需求確實存在，所以我哋話唔係取消頭等車廂，純粹就係為咗話增加就可以完全理解市民需求。呢一條議題嘅討論空間雖然好大，希望嘅係我可以討論立之後咧，我哋實施一項公共政策之前，我哋要做啲乜嘢啊嘛。不過最後有話取消最後一個目的其實滿足市民需求，有方大家今日見到係自己好車廂嘅需求，頭等車廂同樣有佢需求嘅時候，有話取消只係透過漠視一班人嚟滿足另一班人嘅需要。喺情況下，但係既然見過行之有效嘅時候，有方無形會犧牲咗一班人需要，根本滿足唔到真正市民嘅需求。多謝各位。反方協調發言時間為4分04秒，消前需扣分。而家請正方協調發言嘅4分鐘嘅發言時間，除非講聲嘅時間。主席，評判咗啦。有方咧講到話咧，認識我嗰個配合嘢，我方法對唔到呢一點。但係方睇你唔係點了解我啦。我方今日除咗冇讀中史之外，但我有個西史，西史原來入邊都有講香港歷史。但係今日有方講到話有歷史價值就需要保留，呢個係有方唯一舉出嚟係有反效果嘅其中一個弊處。但到底係咪有歷史價值就必須要保留咧？我哋見到大埔鐵道博物館有好多架空置緊嘅舊列車。如果係咁嘅話，歷史咁重要，我哋係咪要將啲全部舊列車搬翻再曬出嚟行駛咧？顯然唔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哋見到有方嘅歷史價值，有方嘅歷史價值係咪真係咁大問題、咁大反效果咧？顯然唔係。我嗰陣就好質疑啦，到底其實頭等車廂背後承載住啲乜嘢嘅歷史文化價值咧？我嗰陣又睇得唔係好透。到底嗰啲歷史即係嗰啲頭等車廂啦，佢剩得啲舒服啲嘅位，甚至可能少啲嘅座位，到底背後承載啲乜嘢歷史價值咧？有冇全場都冇解釋清楚，到底佢背後有啲咩歷史價值？所以咧喺歷史價值嘅呢個反效果同埋弊處上，其實有冇成立唔到？其實有方出到嚟同我方講咩咧？喺非繁忙期，即係佢好質疑緊我方會自相矛盾，但我方從來冇自相矛盾。我方講嘅係喺非繁忙時段佢咪空置緊咯，但係繁忙時段佢咪冇空置咯，就成我自己去搭嘅時候，就有方以過去睇完波，我咗搭頭等車廂或者親身體驗嘅時候，我一日過去就一堆大量人喺晒嗰度嘅時候，呢啲咪就係唔空置，但係呢啲係繁忙時段啊嘛，所以我唔係講緊喺繁忙時段，當你喺繁忙時段嘅時候，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咧？我哋應該要針對市民嘅真正需求，我哋要以民為本嘅精神咯。所以見到就係頭等車廂，只不過係針對緊少數人服務嘅時候，我剛同你講咗啦，你嘅增加班次可以同我方嘅雙管齊下一齊做嘅時候，我可以再增加載客啦，令到載客量變得更加好咯。所以原來今日有方講到話繁忙空置嗱係有方會同意，但係好可惜嘅有方舉出嚟反方案，可以同我方做到雙管齊下，可以一齊增加載客量嘅時候，我方會欣賞有方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增加載客量嘅呢個願景。但我方一直同你講咗，頭等車廂一直都可以同你雙管齊下，咁甚至無你頭先所講歷史文化價值嗰個反效果嘅時候，雖然取消係唔嘅必要性咯。然之後有方舉出嚟嘅語例好有趣啊，佢我講話金先生同埋李小姐話我而家好有需要啊，但係有方咧淨得2個文件，仲話係香港01舉出嚟嘅報導，嗱我方就唔明白啦，你得咗2個文件，如何真正呈現民意咧？我喺我方民主黨嘅數據同你講咩？有1200個人喎，到底2比1000嘅時候600倍嘅差距，到底何者能夠更呈現民意咧？依然係我方嘅優勢。然之後有方由頭到尾都未交出佢任何一份數據去論證佢嘅成效啦。佢講係咩啊？話港鐵唔交互大都我幫唔到你㗎，但好可惜你港鐵唔交係就代表有方唔可以，有方就呈現唔到民意啦。所以有方咬下一份數字都冇交代嗰時候，有方就係會講話我唔係港鐵而家去交營運報告，雖然我都唔知道營運情況係點㗎。所以見到就係不是現況嘅係有方同學，係我方啊，因為有方連港鐵最基本嘅運營情況係啲乜嘢都唔知道嘅時候，所以見到就係有方呢一點有好多難度。雖然我方係正證明咗而家取消同埋車廂有嘅必要性咯，即係有方又話我方錯判現況，但係錯判現況嘅原因係有方唔同，因為有方第一數字冇交代過，第二佢出嚟語例係講係有需求，但到底有啲乜嘢需求咧？有方全盤立論就係基於2個語例等等嘅數字，顯然唔係針對緊香港現況嘅時候，漠視民意又係有方同學，錯判現況又係有方同學，甚至有方同你有方現報出嚟同方講話咧，唔係㗎，而家250人有方話即係我有方話我呢份數字啊，但我方又同你講咗啦，原來今日係轉咗用韓國嗰個制嘅。
之後，佢都係250人，所以咪正正可以針對緊而家嘅需求，多幾百人出嚟，可以令到個載客量再針對翻咯。所以呢點又可以再講啦。然之後有方就好強調一點咧，就係話載客量少嘅呢個問題，有方同意有載客量問題。但我要睇嘅就係而家我哋做呢個政策係咪真係針對到載客量咧？有方冇反對嘅話，自由辯論第一條問佢係可以增加載客量，有方定，有方同意可以增加載客量嘅時候，雖然係而家冇需要咯。嗱，再各位，其實咧今日我方一直保持住嘅立場都好簡單啫，就係而家我哋要針對市民嘅需求。嗱，我都好同意我哋要針對市民需求嘅時候，有冇自己研究會推出唔同嘅反方案？有冇唯一嘅例子係講話有歷史價值，就需要保留嘅話，我哋應該將大埔疏流鐵路同埋嗰個電車觀察出嚟嘅時候，變成點成啊？多謝各位。比賽嗰一段落，而家將會收取分字，使用實體分字嘅評判喺完成填寫分數之後，計算過嚟收取分字；而使用電子分字嘅評判，只喺完成填寫分數之後提交分字。評判可以根據全場表現選出最佳嘅4名演員，上序填寫 A、B、C、D， 分給予滿分。喺計分工作進行嘅同時，先邀請評判為我哋呢場比賽嘅評語。首先有請香港中文學院辯論隊副隊長林偉先生。首先唔好意思啦，平時多謝賽會邀請啦，都多謝賽會精心準備嘅午餐等等，都好多謝。咁由於我先講一講啦，由於我都認識雙方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可以 match 少少啦，就係故事係。咁所以咧，我今場比賽咧最主要 comment 都會分兩步。第一步咧就係大家喺論證自己嘅 argument 上面有啲咩決心。第二咧就係職場語上面呢一啲乜嘢相同嘅。我先介紹嗰張分子先。我會認為咧嗰張分子，因為我睇到票強啦，電子分子好處就係，喂，我張分子咧唔等於我今場比賽票強。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咧，我今場比分係按照翻大家個人表現上嘅評分。所以即使我擺喺度立方度咧，但係張分子出嚟，但可能都係顯示咗喺對方嗰邊嘅。咁呢個係好先進。咁亦都可能會解釋嗰個就係嗰個評語上面嘅一啲取態啦。OK，咁我開始啦。咁首先第一步咧，我哋先講咗正方先。我認為正方今場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俾唔到需要。咩叫需要咧？就係你同我講話以前好逼，咁好逼啦，掟蘇波，咁或者有幾逼咧？因為今場比賽，我認為一個幾難處嘅位置就係在於正方好嘗試將逼塑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係你喺主面或者一副上面冇講過到底有幾逼。或者逼帶嚟嘅問題係啲乜嘢？因為你哋今日打住嘅期望係幫市民着想啊嘛。咁但係市民逼對於市民嚟講有咩問題？佢上唔到車，佢交通時間延長咗，通勤時間長咗，或者佢途徑舒適咗，諸如此類嘅問題，冇喺你成個主持下，淨係單純地好快地就轉咗落嚟討論取消頭等車廂嘅手段，能唔能解決到擠迫呢個目標？但係作為我第一下聽，即係當我聽你主邊同一嘅時候，我第一個 question 就係咁為何我或者呢一個問題，實際上面嚴重到乜嘢程度，導致我哋要採取乜嘢程度嘅手段去針對翻你嘅目標？因為 problem solution 嘛 ，problem 都冇講到有幾嚴重，就同我講個手段嘅話，我係會有一個問號喺度嘅。點解你呢個目標同個手段能夠互相對象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而第二件事情咧，我認為有一個幾強嘅就係在於從講啲從論證嘅角度去睇，你如何去論證翻取消頭等車廂能夠解決到即係問題咧？我認為第一樣嘢，你嘅數字係幾強，多咗180名市民上車，因為呢件事情係能夠同我講得到，第一標準車廂同埋頭等車廂之間作下兩個分別，並且同我講到實際上面大咗幾多，即係可能多咗幾多250個
但係場上面冇個利益嘅。咁所以喺主線上面，我認為係能夠做翻夠結果嘅。呢個係第一，即係對於正方而言啦。呢邊對於反方而言咧，我認為你哋嘅主線推動係比較規範嘅。原因係在於咧，你哋主線基本上係冇推進過，你只能夠同我講 top one 你所講嘅民意，又或者所講嘅書式，坦白講其實係覺得語得好，或者真係針對緊咗有冇需求呢件事情講。但係有冇需求，下一步到底要嚟處事什麼咧？就係有市民有需求，就要設立車廂，又或者如果你要車廂還是唔同，即係我未聽到你有需或者有民意頂個結論係乜嘢？呢個第一。而第二呢個係時間唔同嘅同時，就係為咗有時間嚟，我就需要保留車廂。咁而呢件事情都係幾影響我聽你哋講嘅，因為當你主編講完之後，到底下當然係啦，因為我哋有先建議就等於需要保留，或者等於應該取消。咁而去到後面，當你再嘗試話佢哋都有好多人先建議啊，或者當你結別去同我數溫情、數勁意嘅情況底下，但係你前頭冇確立過到底為何有時間值，就等於需要保留車廂，或者佢嘅時間在哪裏咧？每一樣嘢都一定有佢嘅時間，但係佢有啲乜嘢獨特，乃至到我哋要喺而家啦合併咗之後，仍然要保留呢個同車廂，或者嗰個同車廂，即係嗰個火車未到站嘅時候，佢哋點解支持要保留咧？都係冇一個好疏離嘅説法，導致咗你背後長月數溫情咧係對於我嚟講係唔同嘅，因為你確立到呢點，你就喺度我 feel 到自己成長垃圾傾唔到。如果你要同我得下次嘅話，咁所以而呢件事情咧，同都會影響到你哋場上嘅策略，因為某程度上你哋場上面即係對於反方而言係採取一種全反嘅情況，就係第一未到三同水準，咁而第二佢又仍然有 N 咁多位處，咁所以我哋應該取消啦。呢個係你哋嘅第十項行為，但係你哋冇確立到呢一個位處嘅情況底下咧，就面對咗你哋所講嘅唔同爭議就變得越削弱咗你哋嘅爭議，因為你哋最多只能夠做到直方冇成立，又或者有其他可替代方案，但係正方仍然能夠用相同齊下嘅情況嚟翻嚟，所以你哋冇確立到你哋嘅主線咧係會有連鎖效應地導致咗呢啲範圍係冇保留有能嘅，呢個係第一雙方，即係如果我就聽大家注意咁樣觀嘅，我哋呢個開出嚟嘅格局嘅話咧，我認為你可以更加好啲。呢個係第一。呢邊第二咧就係從職場嘅上面咧，我認為嘅要 credit 嘅，我認為職場係出色嘅，包括中對面職場上面嘅矛盾啦，即係又或者你喺職場去做翻一啲上綱啊等等，我認為係出色嘅。但問題就係在於咧，我認為真正有威脅到對方主持嘅嘢，或者真正有力量到對面立場嘅嘢，太後遲出啦。例如反方有評論過㗎，按照翻正方有在衡量，就等於一切嘅邏輯，就等於要做乜嘢嘅邏輯，係咪全部淨係我哋要淨係做幾位行為嘅好？又或者你哋又提出過好多，即係呢一方面嘅論點係有嘅。個原因係在於係逼緊正方立場，同時間亦都反映咗正方冇咁樣同我訴求到底呢件事擠迫問題有幾咁嚴重嘅後果。因為如果正方你同我都有幾個擠迫問題，嗰個擠迫問題完全一個嚴重嘅，我哋可能等10班車先做到1班車嘅，咁我可能大方承認咗定反方嘅立場就係淨係幾個有唔同。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即係一直都2班嘅啫，咁可能就循環點解你哋係取消同埋車廂，跟住取消同埋車廂做呢個啦？又或者如果淨係得1班嘅，咁反方會有得剩喎，反方同我一加2、3分鐘變2分鐘就得嘅啫。咁喺嗰情況底下如何處理咧？即係我意思係反方有好多立場上面嘅問題又問翻正方，但係可惜嘅程度都推到太後，咁啊導致咗其實正方喺呢一個位置上面冇乜好揾時間，亦都導致咗正方能夠攞住嗰個雙重策略嘅全場，呢個係反方上面啦。而正方咧，我認為都有好多進攻可以用翻嘅，例如我覺得你一半其實係用咗幾多嘅，即係有好多問題值得喺後場上面回應嘅，包括咗你去執法裏邊民意相關嘅數據啦。因為我都幾搞笑嘅，當反方一副講話1200個受訪者能夠表達全香港，咁呢個數據都有上嘅問題，我唔想喺度討論住先啦。但係下一句就講我話今次餐取消咗之後，都唔係好多人上到車啫。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就係你一方面講話1200個人能夠來到，但下一方面直接講咗個鼓勵，呢方面係喺度嘅。呢邊同時間一副亦都留咗個尾巴係話無數據呢啲事情咧，我哋話喺正方掟咗我哋對面係冇論證嘅喎，咁而並且對面亦都喺大方城，佢真係冇數據，並且係講加數據嘅關注，即係你都冇辦法係我啦嚇，咁嘅意思係，咁而如果呢個打法唔係一個咁理想嘅打法嘅，我覺得，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用呢個打法嘅話咧，你真係需要同我去聯繫翻佢港鐵教，並且當港鐵回應田北辰嘅乜嘢問題嘅
聚集落到都係唔同嘅頭等車廂嘅需求。嗰個排攞係即係唔係咁說服到我話你好似即係真係數住人條威，甚至乎當你後場講都話田北辰計㗎嘛，然後我點知道點計啫？呢方面都係有少少難點，因為你在下方面提出咗田北辰作為嘅論據，去論證翻第一做考量唔足夠，並且當然有需求嘅話題。咁但係你冇好好解釋過佢呢份資料背後嘅邏輯，即係話田北辰嚟講啦，咁呢件事就係數住我哋第一個邏輯啊，要留意翻。即係我唔係話你冇，即係呢樣嘢我相信你可以變得更好嘅。只係你哋場上面可能一時間即係大家會聲自己埋單一齊翻嚟講下，跟住所以翻正方會成我主要我出嚟講清楚。咁正方仲有多個位置咧，就係當你一副去質疑嗰啲國民嘅時候咧，嗰個政府都能夠捉翻更加 follow 翻更加多一副嘅部分。因為呢件事成反對嗰邊反處罰咧，都冇論證我哋先意在啊，同埋我哋先意等於我哋追到你係咪先咧？職場上我認為你都需要 sense 到呢件事情嘅對方嘅論點。其實係冇得到講嘛，咁我認為政方議會應該係需要再花更加多時間去方式，即係聽講，加人去真係好在意散嘅講話問題。OK， 呢然之後仲有最後一點，我想關多翻嘅，就係個高鐵同埋頭等車廂之間嘅對比，就係另一方面好強調高鐵78蚊又快又舒服，咁而頭等車廂90幾蚊快唔舒服，但係問題係在於咧，其實我係唔知道高鐵同車廂嘅78蚊。如果係對於我好客觀地去做嘅，即係開高咗有個咁樣嘅 option，然之後同講話第二方面有個咁樣嘅 option，但係點解呢個係一個 backup option 導致咗我哋冇必要去再私人即係想去滿足翻長途旅客嘅需求咧？呢個位置都係有冇問號喺度嘅。咁所以先好比我嘗試做自己有做得快啲比較好能咁樣就市場上面去做學。咁但係高科研咧，我認為今場比賽如果大家要攞到嘢做嘅話咧，就係第一上嘅資料咧，我認為大家係要做詳盡翻少少，即係包括田北辰啦、高鐵上面啦。咁而第二咧就係主持建立上面，我認為大家需要講翻大家嘅需求，即係如果大家好貪食咁需求講下佢哋嘅話咧，咁個需求係需要講到，咁啊需求係會影響到大家嘅利處、弊處有幾大，從而當佢回應翻對方反駁嘅時候，做理解行動係會影響到佢哋有幾大，或者佢哋同大有幾大，呢方面係需要留意。所以呢個責任應該好耐就係處一外協調翻大家去控制個小會更加下所產生到嘅需求。而第三咧就係職場上面可以用聆聽翻多啲大體對方職場上面嘅數據或者職場嘅矛盾有做到啦，職場嘅並且可以留意翻對面啲乜嘅勞值嘅空缺，而場上 sense 到嘅咁，我覺得可以再 follow 多少少場上面你哋有啲提供咗嘅。看佢就打對方，咁然後睇研合同都會更好。咁睇研合咧，今場係一場幾日常嘅比賽啦，我都相信大家能力咧係可以做得更好嘅。所以大家就好啦。多謝劉先生寶貴評語。而家請華英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賴楚英先生。好，今日大家早晨嚇，咁啊星期日比賽都冇嘢啦，係啦，咁啊大家今日雙方入邊，我覺得都幾 impress 嘅，即係特別有嗰啲嘅同學啦，正反方都係嘅，之後邊嘅交鋒都睇到你個反應係非常出色啦，嗰個即時嘅回應我都覺得係遠超一般好多嘅學界嘅團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欣賞嘅。咁啊內容上我都俾一啲嘅睇法，我諗條件其實都集到 focus 嘅，即係你哋會取消頭等車廂，咁最直接都係睇需要性。咁但係我想講啦，係需要性都有好多個層面嘅理解。因為咧，你哋有兩個方向去理解，第一就係市民認為要唔要。嗱，呢個可以係一個民意啦，所謂嘅民意啦。但係市民認為應唔應該要同埋佢實際要唔要存在，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因為你就咁周街抽啲人問要唔要呢一樣嘢，咁佢答你要同唔要，代唔代表實際上面呢樣嘢就有唔冇存在價值咧？呢個係值得去討論多啲嘅。因為今日政府就攞咗個數據，就係1200人嗰個數據啦，係嘛，70%嘅市民認為應該取消。咁但係你又諗下，佢認為要，咁但係佢本身可能冇坐開頭等車廂。譬如我搭飛機我都唔會坐頭等，我都冇坐過啦，商務都極少啦，差唔多時間嚟。咁你問我要唔要飛機有頭等，我梗係話唔要啦。就算90%市民話唔要頭等嘅飛機嘅呢個即係 first class 嘅，咁係咪航空公司都應該取消咧？即係我覺得市民認為要唔要等於要唔要存在咧，係冇咁直接嘅呢樣嘢。咁所以當政府一路攞呢個數據好似好強，咁反方其實係可以回應。即係與其你直接，即係當然我明白你嘅苦況就係冇數據冇計，咁你唔需要即係直接講
係當然你可以講一次就係話，因為地鐵冇公開呢一個現時嘅嗰個乘客嘅嗰個承載量，咁所以你冇呢一方面嘅數字。咁但係你可以多少少用其他方法去攻擊政府所謂好強嘅數字。咁我覺得民意話唔要就等於唔要呢一樣嘢，我都係可以多啲質疑。同埋頭等本身就係少人答，咁所以大部分人唔認為要存在係好合理。咁我覺得呢個你可以攻擊咯。同埋個數據年份係非常久啦，咁民主黨亦都已經唔喺度啦，好耐啦都。咁你用2011年而家隔咗10幾年，我哋10幾年前嘅一個數據去話而家都冇需要，我覺得係太耐啦。即係你話幾年都仲可以講下，但係10幾年前話冇，而家都冇咁爭太遠啦。即係你都係可以繼續話咁我有你冇，我都好過你啊嘛。但係如果時間咁耐，到底有幾大數目嘅咧？即係我覺得你不如質疑多少少對方嘅嗰個數據，其實一來個直接關係唔夠大，二嚟就算有關聯佢都太舊，咁就令到佢唔好再攞呢個數據去答你哋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需要性上面。第二啦，就係到底而家嗰個港鐵車廂係夠同唔夠嘅呢個討論。咁其實咧，政府我覺得幾好嘅，你主見你嘗試計數咧，就話俾我聽啦。其實普通車卡係做到幾多人，跟住頭等載到幾多人。如果少咗頭等，加多一個普通車卡咧，就會多咗幾多個位。呢個係好嘅，能夠呈現到俾評判聽。冇咗個頭等，多咗個普通車卡，就會多咗幾多載客量啦。呢個我覺得係好。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又會諗啦。咁就算而家冇即係取消到頭等，冇變做嗰80個位啦，或者4% 多出嚟啦。咁到底有幾繁忙咧？頭先評判都有提到，即係其實我印象中之前都會有啲數據，可能係啲媒體去報導，都有講，譬如喺繁忙時段一般要等幾耐，或者幾多班車先至上到車啦。咁或者繁忙時段嘅嗰個乘客量係幾多？呢啲我相信係會有數字。即係你如果要論證而家係好唔夠，繁忙時間唔夠好，其他時間唔夠都好，咁到底唔夠成點咧？係咪真係冇咗呢一個車廂嗰80個位，啲人上唔到車咧？咁我覺得呢個你係可以解多少少去論證多一家車廂定係好啲。如果唔係咧，我梗係知道你多咗位，咁啊多咗載客量啦。咁但係如果冇多到呢個80個或者4%嘅呢一個載客量，都唔係真係繁忙到好難上到車啊，或者係繁忙時段市民搭唔到鐵路嘅話，咁你個需要性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高。或者你個主線你個分叫主線推進嘅嘛，比較少嘅分子有。咁如果你要推進深入啲，你前場嗰啲數字去計個需要性同你處 OK，咁後場你要推進你就可以用埋其他數字去論證，而家真係好唔夠。咁調翻轉，咁反方嘅時候你都有質疑嘅喎，而家咪真係夠唔夠咧？你個4%嘅數字其實點解唔早啲出啦？首先，即係你對業務先講。咁你可以早啲講，其實個成效係好輕微嘅啫。咁第二就係你可以用其他頭先我講嘅數據，非繁忙時段其實會唔會係非常充裕咧？即係其實港鐵嘅車廂繁忙時段就算所謂唔充裕，可能都只係都唔係上唔到車啊，可能啲人要企。咁你會唔會可以講多少少嗰個即係需求上面，唔係正方講到好似冇咗呢一個頭等車廂同埋普通車廂嘅轉換咧，就會好嚴重啦個問題。你都係一個需要性上面做多啲嘅質疑，係啦。咁呢個係呢兩個需要性上面嘅 comment。第三個需要性，我覺得全場係冇討論嘅，就係、其實點解飛機要有頭等？我諗好多時候都係公司啊。咁點解要擺喺度先？咁我覺得第一啦，其實係對嗰間公司嚟講啦，或者當你提供緊一個公共運輸交通服務，特別一個好發達嘅城市，其實你個多元選擇，我覺得都係重要嘅。無論係對間公司嘅 branding 啦，或者其實係對於回應旅客嘅需求啦，或者本地市民嘅需求啦。有陣時唔係要下下都好多人坐爆晒，佢先至係一個有存在價值嘅東西。特別係呢一啲，我會覺得係即係當係有高消費能力先承擔到嘅嘢啦。即係等於你啲好貴價嘅餐廳，都唔會成日爆滿一樣嘅。咁佢係咪就冇存在價值？其實你呢個車廂係令到乘客多一個選擇。其實我有啲朋友咧，其實佢係大圍搭咗去，可能即係九龍塘搭去大圍沙田，佢都會坐頭等，因為佢有時放工真係好攰。其實佢唔係入到普通車廂嘅，但係好唔舒適咯，好嘈咯，同埋即係你又幫人得企位，咁可能佢都會搭頭等。咁唔一定要頭等爆滿佢先有存在價值嘅，即係個存在價值唔係在於佢敷唔敷啲 occupier，而係在於有冇一類嘅市民對呢一類嘅車廂有需求嘅。如果有咁，我提供一卡車廂，其實係已經有佢存在價值。甚至你可以諗下俾啲反建議嘅，例如我唔係單班啲車都有頭等車廂得唔得啊？可唔可以每兩班先至有其中一班嘅其中一卡係咧？即係嗰個需求量唔係真係高到咁，但係你可以強調都要保留呢個選擇。咁我覺得你可以講多少少嘅需要性係呢個選擇存在嘅重要性，就唔係用個量嘅衡量，因為用個乘客量你好難同情況拗，咁佢梗係普通車廂多啲人㗎啦，係咪？甚至你可以問佢咁高鐵嘅頭等車廂嘅位係咪同普通車卡一樣先？咁點解高鐵佢覺得可以保留，即係嗰啲一等車廂，佢個位可能都少啲㗎？咁
咁又必要咧？營運都複雜啲，你都可以攻擊下佢。咁點解高鐵都一定有呢個選擇俾市民揀咧？就係因為社會上面係少數啲，但係都有呢類需求。咁我哋俾佢 entertain 到多元化啲嘅，無論旅客定係本地居民，都係有存在嘅必要咧。除非政方真係論證到冇咗呢一卡變做公共車街係好嚴重嘅個後果，咁啊，但係佢又未去到咁迫切啊嘛。即係我聽嚟聽去，佢都係話提供多咗位，跟住就會俾市民可以方便啲上到車，但係咪真係好大嘅需求咧？佢又未必好講到。咁我覺得呢度你可以講埋呢一方面嘅需求，就對你哋反方咧係好有利。咁我覺得呢個係成場最關鍵嘅討論啦，就係需要性上面幾個層次嘅理解啦，同埋雙方嗰個交通可以點樣做。咁而另外你哋都有啲論點嘅，但係可能其他論點唔係好關鍵嘅，即係譬如正方咧，你提到市民識唔識得去用呢一個嘅系統啦，好繁複啊，呢個你主要提嘅真係好。即係我第一下聽都擔心啦，咁佢唔識用個系統呢個好難話係要取消嘅理由嘅喎，即係佢上錯車然之後俾人捉到，跟住你話啲遊客因為咁而俾人罰款，咁呢個咪增加指引咪得咯？即係呢個太啱啦，即係唔一定要提，我唔知係咪條題目太雜，我好多嘢講，但係呢啲論點你講出嚟又唔會特別有說服力，又唔會幫人攞到分，你當場都冇講，咁你不如花多啲篇幅喺或者需要性嗰度掃得強啲啲啦。咁另外咧就係你哋另一個論點咧提到就係話舒適度。舒適度我覺得又係好買難嘅，即係你係想講頭等車廂唔夠舒適，但你個論點本身就係唔覺得要舒適㗎嘛，係咪？即係你覺得全部普通冇問題㗎嘛。咁你就話佢唔夠舒適要取消，咁即係我係反方話，咁即係我改善佢個舒適度你就贊成嘅。同埋你嗰個唔夠舒適嘅論證，你只係話好多人坐，但係反方就出班你又話冇人坐，咁到底佢唔舒適個位喺邊咧？你又唔係好塑造到喎，係咪因為好多人逼爆咗嗰個頭等車廂，咁就等於佢唔舒適咧？因為我理解個空間係闊啲㗎嘛，佢個位置係舒服啲㗎嘛，同埋冇企位㗎嘛。咁點解會好多人踎喺度咧？我又唔好明啦。即係理論上佢唔係違規嘅，應該頭等車廂係唔會有企位同埋踎喺度。咁所以呢個就算你論證到唔係好舒適，一嚟唔係好強啦，舒唔舒適你咪改善個舒適度。係啦，二嚟就係你嗰個論證嘅方法都唔係好呈現到點解佢係唔舒適。咁呢啲論點其實對於你正方嘅立場嚟講，成場一嚟你又唔係用好多啦，二嚟對你嘅論證唔係太大幫助咧。我覺得就因為你就特別需要講到啦，反而你第二個幫成本效益我就覺得合理嘅，即係你講啲情況係要講成本效益。咁但係你前場講完後場又冇乜作為講，我啲前場有計數㗎嘛，係咪？就話佢收呢個票價又補唔到，佢乘客量又少啲，最後其實有時遲啲你要快啲直接去 check。咁我覺得呢個係咩 sense 嘅，即係成本效益呢個位。咁但係後場就比較少啲去講。同埋咁我又諗啦，你用高鐵做例子啦，咁高鐵嗱第一你冇講高鐵係咪成本效益啦，但係你又冇買高鐵啦，因為佢平啲啦，係咪？跟住就距離啊定快啲啊？你講呢樣嘢。咁但係高鐵你覺得要有咁高鐵係咪防成本效益咧？如果係嘅，你應該係論證埋高鐵就應該做啦，佢就真係賺多咗嘅。港鐵唔應該啦，佢賺唔到嘅。咁你可以咁樣解釋多少少。二嚟咧就係、是、其實你用高鐵做例子咧，佢個地理位置係唔一樣嘅。首先我要喺西九出發，咁但係我如果坐港鐵咁樣，咁我去羅湖嘅，我唔喺新界上車入嚟。咁即係你根本出發嘅位置同你嘅終點都唔一樣。你好難用兩條鐵路去類比，一個平啲又快啲，就等於佢就值得存在；另一個貴啲又冇咁快就唔值得存在。因為完全嗰個乘客嘅對象都唔一樣。咁你點樣用高鐵去類比？咁呢個反為成個要質疑咯，係啦。咁如果可以咁攻擊到咧，咁政府就會有多啲壓力。咁但係我覺得可惜啲就係你後場又冇再過，變咗都係打需要性嘅一個位置咁樣。咁反方咧，我就覺得你另一個論點就係歷史意義啦。歷史意義我覺得係好難好說服到我點解要保留，因為政府都有講啦。如果真係歷史意義咁，咪博人用咯。即係點解唔可以擺喺度？即係點解個歷史意義係大到一定要佢繼續營運嘅歷史意義咧？咁你個車廂都換咗好多款啦，都會有新型嘅車廂啦。咁係咪都要保留歷史價值，而一路沿用舊式嘅車廂？所以歷史意義我覺得唔係話特別強嘅論點，但我諗都係條件係太差，你又未必揾到好多資料，所以你要揾其他論點去講。咁呢個我都理解嘅。咁但係顯現出嚟真係唔係好 get 到點解嗰個重要性係大到非保留不可。咁呢個你又諗下歷史嗰個位係咪真係擺咁長咯？係啊，都唔少篇幅嘅你擺咁樣咯。咁另外咧，我有一個提點咧，就係嗰個內容咧，嗰個表達上面大家要小心啲。即係譬如反方結辯咧，即係可能你真係熟啦。咁但係我自己個人感覺啊，即係如果你用人行呢個書科，咪真係搞唔到中史。咁但係用一樣人，即係你用嘅字眼係佢搞唔到，不過最好你都唔好讀到啦，因為咧你都唔了解歷史嘅意義咧，有少少係我覺得係即係人哋好 personal 嘅嘢。咁如果係真係因為咁而好 hurt，咁你攞出嚟講，咁人哋會有啲難堪，即係冇乜必要用人哋嗰個即係咁個人嘅嘢嚟去攻擊咯，同埋咁對你論證嘅內容係冇
或者你調翻轉可以講下，唔知有幫同學咧有冇選修中史咧？啊，如果冇嘅話咧，可能幫同學對中史嘅理解或者歷史嘅理解唔清楚，咁我覺得會中肯啲。如果唔係就好似變咗攻擊緊人哋嘅一啲個人嘅情況咁，呢個我都可以明。咁政府其實都有一點要注意嘅，即係嗱，你哋講地鐵車廂舒唔舒適度咧，即係我感覺上啊，你好刻意強調嗰啲就係大陸人踎晒喺度，我覺得冇乜必要咯。嗱，即係我自己對呢方面冇特別 preference 啊。咁但係我唔知你哋如果有陣時對啲大賽嗰啲評判，可能一聽到覺得好反感，即係你完全冇必要，你好似攻擊緊某樣嘢咁。即係你講唔舒適係唔舒適咯，逼係逼，我哋唔使強調嗰啲就係大陸人啊，踎晒喺度啦。即係呢個係我聽落去覺得少少，即係對你論證有咩幫助咧？點解要刻意挑起呢一個群體去批評佢咁咧？咁呢啲我覺得係即係盡量避免咯，因為你唔知佢係咩人嚟㗎，係啦。咁如果佢覺得咁樣講係會有反感嘅，你又講出嚟，咁好無謂啦，令到你哋可能會因為咁而即係印象分啊、風度分會減咗咧，就即係不必要咁咯。好，咁我嘅意見大致到呢度。歷史有香港歷史。